文学作家也石头讲过，台南是一个适合人做梦、做工课、谈恋爱、结婚、悠闲过日子的好所在。为了鼓励新人来台南牵手做伴过日子，市府观光旅局精选处专区22处举办户外证婚，也就是婚宴的推荐，佮邀请全国民众来投票，选出咱市的梦幻婚宴场地。台南真是非常适合工作、恋爱、结婚的地方，所以说，我们特别的想要借着票选的这个方式，能票选出台南最适合办婚宴的室内以及户外的场地。其实台南好山好水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有时候好山好水，在办婚宴以婚宴的角度来考量，事实上有不同的角度的。那台南的住宿率已经是几乎是全国第一了，应该是6都第一。但是呢，我们怎么样子把这个婚宴办出来，让新人变成永生难忘，这很重要啊。所以透过我们旅馆工会以及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一起来票选台南是最适合结婚的地方。关于票选规则以及优惠办法，市府观光旅局风景管理科科长林世群也做出说明。在我们这边，我们有列出了这几个22处的部分，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。那我们列出了，你可以一天每日3票的一个投票的一个机会哦。那在这个部分，我们也有提供跟业者提供了一个所谓的优惠的结合，让各位新人有更好的一个模式。更好的优惠去参加这个，来选择这个户外婚礼哦。同时，我们投票网站部分，我们有一个奖励的办法，我们有282个中奖的机会哦。那我们的整个活动期间是5月20，我们今天市长帮我们启动了到6月30的部分。场地类别分别有草地婚礼、水景婚礼、雅式婚礼、广场婚礼等22间推荐场地。民众若是对投票活动有兴趣，会当伫5月20号到6月30号期间，拍摄画面上这个 QR code， 就当参加投票，有机会还会当得到住宿券、甲入场券等多项好礼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